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咱国内增加4例本土病例，下晡各52万剂的 AZ 疫苗送到位。英国的研究是发现讲，印度变种病毒比出片愈高烧话。高雄桃园区的代表谢依丁去牵仔刷互土一楼抢走，到今是个还未找到人。前一站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伫访问讲到，美国搁要捐予台湾400万剂的疫苗，也毋过美国讲无这回事。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其中台北市有3例，新北市有1例，有2个境外病例，1个人死亡。咱台湾家己买的 AZ 疫苗下晡会有52万剂哦，对泰国送来到台湾。另外，除了新北市，其他县市的长照机构嘛开放访客咯。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有本土的案例有4例，境外移入的有2例，死亡个案有1例，是台北市有3例，新北市有1例。人打疫苗是有16万3000多人次，那总共现在的一个疫苗接种的人口涵盖率是37.78%。今天下午有那个我们自购的AG 的疫苗52.4万剂将会下午抵台。住宿性长照机构我们也现在宣布说可以开放探视。不过双北我们现在先没有开放。那访客需出具访视前3天的抗原或是 PCR 检验阴性的证明，包括我们居家的快筛那探视就一定要预约10连，那也要询问过 TOCC， 每位住民每次的访客人数不可以超过3个人，那当然社交距离等等的，全程佩戴口罩。再来看咱国内昨开始注第5轮的疫苗，也毋过咱国疫苗嘛特别注完咯。有专家就烦恼讲，若是只先注1筒其实保护力是个无啥够。英国上新的研究嘛指出讲，全球长的时间，印度Delta变种病毒是比出片更愈较高烧话。研究嘛认为讲，即马嘛已经无可能靠注疫苗就使达到群体免疫咯。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当地的炭烧，全球疫情阁野悬。英国牛津大学上新的研究发现讲 ，Delta 病毒畏团的能力是比魔仔阁较惊人，而且有注过疫苗的人也是有可能会感染。要达到群体免疫，会使讲是无可能啊。针对这点，咱国内的专家表示，真侪国家的经验拢显示讲，就算有注过疫苗，嘛无可能100%把病毒消灭。未来新冠病毒真有可能会轻症化。预期未来那个新冠病毒感染应该会慢慢轻症化，也就是说它会慢慢变成跟感冒一样，我们必须要跟它共存。另外，各国拢面临疫苗欠缺的问题。国内第5批开始注了后 ，AZ 甲莫德纳库存的量拢真悬，而且还阁有超过100万人等要注第2筒。目前注2筒人的时间是10礼拜至12礼拜，真有可能搁悠长。有专家烦恼讲，干那注1筒也未注第2筒进前，要受感染的风险。因为疫苗缺货的关系而延长到12周，这个4周到12周的时间，基本上就会造成一个感染的空档期。专家强调讲，爱兼顾防疫甲经济，是各国拢面临两难的议题。就算有注过2筒疫苗，要是爱保持挂喙安、接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才会当确保疫情稳定，互民众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百货公司又搁关门的消毒咯。市政府表示讲，有2个确诊者有去过信义区的远东百货公司佮威风的上高店哦，所以远东百货公司今仔是休困1日大消毒。接到台北卫生局通知，昨暗新光三越下晡紧急大规模消毒。初8父亲节迄天暗时有确诊者经过100馆地下1楼，调查发现只有第一站停留，搁传电挂喙安。12透早只有地下1楼停业1天，其他各楼层正常营运。根据预调，确诊者到下晡进前也先去远东信义百货 A13 1楼的技能高店。远东百货停业1天，全馆大消毒。正正伫中午24点钟，13才恢复正常营运。市府证实，这摆确诊者有2回，是同齐先去远东甲新光三越下晡，最后才到美丰上高。这几个百货公司主要是昨天有2个确诊个案，他们是一起去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今天应该会公布他们的整体的足迹。有问题的是人，不是场域，所以场域的部分我们只要把它做好管理，应该不太会有人是因为逛百货公司而确诊，所以还是重点在于说人的框列比较重要。新北市永和一处社区技术爆发群组感染，累计5例确诊。最近2礼拜有3例确诊，一个是好朋友感染，一个是家户感染，一个是感染源不明。查到机动体检对进组了后，先后验出2例，无这科内几栋大楼236人各地处隔离，其中大约有70人无法度地处一人一室，主要住伫防疫旅馆。昨暗已经有67人放载到防疫旅馆，另外3人是伫12前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桃园区复兴里顶3日，因为民霸克鲁桥长期交通中断，地方代表谢义珍昨去勘灾，人煞去互土石流冲走，到今阁还未找到人。公路总局嘛讲已经开始做便道路，呼吁山区的民众搁干一困难，唔通硬要通过会危险。反急要溪流，想要过去，拢爱互相扶持，甲身躯稳调的。为着要找落水的桃园区代表谢怡珍，消防人员一透早6点就出动，总共有28个人、3只船啊、2台无人机，以民霸克路桥做列区，分3组为下游去找，要一路找到6区，希望赶紧甲失联的谢怡珍找回来。搜索民霸克路桥及沙拉阿乌桥、宝来2桥、六龟大桥间。继续搜索昨日落水民众。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本来叫他说不要下雨，那个土石流，然后他们说突然那个土石流很久，他们就下到河底，刚好到中间就爆涨了。暂时救人的进度依然在进行，透过公路总局所提供的图，会当掌握到谢怡珍落水的地点，有可能伫桥牛皮山的地点。距离桥面其实无介远，但是当时水流伤过急，土石流的范围又搁真大，谢怡珍大坑才会来拨落去。理解伊做伙的桃园区复兴里长张伟民，共款经过这个惊险的状况，救袂掉谢怡珍的伊，互土石流冲走3-4公尺远。一起来的时阵，规身躯拢是暗暝土，鞋仔嘛无去。大细粒的石头伫桥面悬顶，看起来是非常的惊人。那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山上的民众。千万，如果我们已经有公告管制或封锁线拉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通过封锁线，以免避免危险。为着莫影响到救灾，麻烦了各民众总过去，公路总局严格来管控着范围，为事发地点1公里外，拢禁止人员进出。公路局嘛，搁再一届呼吁山区的居民爱耐心等待，因会全力来抢修，便道通车的日期会比原本预期的时间搁较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一个成功大学研究生昨下晡甲朋友去曾文水库，伊为了要捡落落去水里的手机，规人跋落去水底。伫今仔下晡2点左右，已经找到人咯，也毋过这学生已经不幸过往咯。这是楼梯的栏杆，所以你带在下来，从栏杆继续用加一路往下啦。搜救人员进入湖中搜救，因为省大一名22岁研究生。在下昼甲朋友同齐到瓦近曾文水库的大埔乡湖滨公园落甲亭看风景，无说离手机落伫水内，伊技术为了要捡手机刷渡水，经消协报随派员求救。疑似未捡手机，不慎滑落曾文水库，警消已出动橡皮艇及潜水人员持续搜救中，并调查事故原因。警消派出船艇甲唱水人员前往搜救。因为湖水真落，加上落雨，搜救到半暝啊，游员无发现下落。12透早，警消继续救援，无放弃任何希望。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区域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再进行搜索，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到底是不是卡在凉亭的这整个下方的这个区域。我们昨天包括楼梯底下的区域，我们都找过了。因为连日大水雨，曾文水库瓦近无安水位，大家庭一带拢浸伫水内。公所早已经封闭公园，禁止游客进入。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进入封闭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危害生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顶礼拜哦，台东因为落大水雨，有一寡农产的灌溉水准拢互水冲掉，毋但影响到已经报产的利基稻作，搁有一寡农民还未报产哦，水准拢毁掉，因只好家己想办法抽水来引产。大雨过了后，台东县各溪流的大水已经退去，不过避兰溪沿线的唱歌地区灌溉水准，包括地上大圳、关山大圳、避兰大圳等的储水库拢洪冲海，影响灌溉。有部分利基稻作的水田已经打起，未创业的农民只好家己想办法用抽水莫达抽水灌溉，才会当赶伫这个礼拜前插完八甲田的园仔，若无会影响收成。我的水是用那个抽水机，用水井打的。然后一天发电机，我们像租一天发电机也要2000块啊，然后一天油钱就要吃3000多了。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表示，这一波大水雨将规个台东的灌溉水准储水库破坏，有的冻水土地被冲掉，有的是水道改变，原有的水道和沙石踢到，不过目前已经咧抢修，已经有部分水准会当入水，不过上严重的可能要搁等半个月才会当修复。15号左右可以池上关山都可以进水。那路也大概是这个时间，那会比较困难点的。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北岸上进的部分。农民种的利基稻作目前当咧发育成长，最近拢需要水分甲肥料。农民讲，即马灌溉水准和大水冲坏，天气佫开始烧热，上歹打算就是家己想办法找水源，提供水稻啊生长需要的水分。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坐军机来台湾宣布讲，美国要捐疫苗予咱台湾的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一直接受美国华府智库的访问，讲到美国准备要搁送咱台湾400万剂疫苗。也毋过后来美国方面嘛回应表示讲，美国目前无打算要搁送咱台湾疫苗，是参议员误解了。美国战略运输机头一届出现伫松山机场，搁再3位美国联邦的参议员，包含达克沃斯，伊主动时宣布讲，白宫要送75万剂的疫苗予台湾。半个月了后，到货疫苗竟然毋拿75万剂，是有250万剂。这真正证明台湾和美国稳定的友情。即马台湾又搁咧欠疫苗，达克沃斯接受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访问的时，伊讲美国会送台湾400万吨的疫苗。You know, even though it's just 750,000 initially, the first tranche, we're now well over 4 million vaccines to Taiwan. Thailand, we announced 1.5 in initial tranche, but another 2.5 million is coming. Indonesia, we've also sent them several million as well. 针对400万剂的疫苗，达克沃斯无讲伤济，敢若强调讲，台湾是世界唯一一个互中国封锁、无法度摕到疫苗的国家。不过12日透早，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周玉蔻就伫节目讲，经过伊的查证，就干那250万剂疫苗。今天早上查证的结果是400万剂是口误哈，那应该就是250万剂。经过我们驻美代表处跟美方查证以后，其实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讯息。那我方感谢美国国会议员对我台湾的一向的支持跟协助，但是有关于疫苗捐赠的事情，目前并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外交部出面驳回美方谣的消息，指出美国已经送台湾250万剂的疫苗，目前无要加送。要拿政府家己买疫苗的部分，行政院长苏贞昌证实讲，有52万剂的 AZ 中岛对泰国起飞，按算下晡3点外到台湾。8月12号下午，又将会有52万剂的 AZ 疫苗从泰国运抵，在完成封签检验程序后，就会拨配给国人施打。加上这批疫苗，台湾摕到疫苗会超过1000万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白宫宣布讲，会伫12月初9号举办民主峰会，邀请各国领袖来讨论对抗威权等议题。因为国务卿布林肯之前有承诺讲会邀请台湾参加，外交部嘛表示会积极来争取总统蔡英文参加。另外，台湾甲美国早嘛进行海巡工作的小组会议，表示讲会强化海洋事务的挑战。So I hope that I can get your commitment to work on this issu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份伫听证会，嘛答应讲，若是举行民主峰会，会邀请台湾来参加。即马白宫正式发布声明，经过1年的协商，会伫12月初9甲初10，邀请国际多元民主领袖，包括国家的元首、民间组织甲企业等等，做伙召开民主峰会，采用实时的方式来进行。重点会讨论对抗威权政体、打击食钱的问题，还有促进人权这3大议题。因若总统蔡英文嘛有可能会受到邀请。我们政府会一直持续跟拜登政府来协调，努力争取这场峰会。那我们会跟美国还有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来共同的捍卫民主跟人权。外交部的回应是真保守，讲还伫争取当中。因那美国国务院表示，民主峰会目前当伫讨论当中，还未送出邀请的名单。最近台美有济合作，双方的关系有升温。11嘛举行台美海巡工作小组头一届的视讯会议，就共同关心的海事议题来协调，来强化台美合作，应用区域海事挑战的能力。因那海巡包括嘉义舰、安平舰、台东舰，嘛伫花莲集合，同时是要甲美国做联合的操演。其实美军在台海这边有演习的话，尤其是海巡部队啊，非常有帮助。不过海巡署也是保持真冷冷的态度，好像有操演，敢若是例行的训练。不过强调讲，台美任何的活动，无经过双方的同意，合作的内容未对外公开。因为中国嘛有注意到台美海巡合作的消息。国台办嘛发新闻稿表示，坚信反对台美进行官方的来去，也有军事的联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空军嘉义基地一台 F-16V 战机，昨早起起飞7分钟哦，座舱的挂煞雄雄开起来，加在最后战机顺利降落，无人受伤哦。空军嘛开始调查，传出讲目前初步是认为讲应该是人为疏失。昨飞这台战机的飞官已经先停飞处分了。也毋过，空军是回应表示讲，等个调查会赶紧来找出原因。空军嘉义基地一只 F-16V 的战机，11早起做训练的任务，煞伫起飞了后，短7分钟内，座舱的挂煞雄雄落去。加在飞行员紧急通报，接受塔台的管制，战机有顺利飞转来降落，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这是空军接收 F-16以来头一届发生座舱的挂伫飞行的过程当中落去的情形。传出空军把这个案件向认为疏失的方向伫调查，上尉飞官去互处分爱停飞。还是一个预测的一个阶段啊，我想，整个过程需要时间。我想，任何的包含机械、人为、环境等等的因素，我们都不排除。F-16是采用透明圆形无隔腔的舱挂，是持开关伫操作的。将空军副司令张延定分析，若是座舱的挂有确实关起来，仪表板警示的火就袂倒咧。不过，要是发生挂落去的情形，都可能是机器的引弹。若是人为的疏失，飞行员无注意警示的电火敢有火起，起飞了后因为关度造成气压升悬，致使座舱的挂落去。将空军副司令张延定指出。战机若是伫空中，或者是暗时的时阵，座舱会挂落去，果不其中就干那会当跳伞保命。误入电门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在起飞阶段，他的右手是在驾驶杆上面，左手是在油门上面。那有没有左手再去拉这个作战罩的手柄？这种可能性有，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会非常低。飞官技术无适宜去试着座舱的挂的开关，目前接受专案小组的调查，若是真定有疏失，就会记告处分。张延定认为讲，空军应该爱把这个案件定做是飞安的事件，规个通盘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台湾各地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气象局提醒讲，因为受到强烈热对流的影响过道、大台北地区甲山区会有雷公雨，也是会汹涌落大雨。气象专家嘛指出讲，后礼拜4、拜5，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机会形成今年第12号风台，大家要特别注意。早起出日头，翕过热，看起来像风平浪静。中昼过了后，就突然落起大雨，而且可能雨势惊人。这种剧烈天气变化，就是这礼拜的天气状态。气象局表示，未来一礼拜，太平洋高压位置伫台湾边缘。不过，由于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真不稳定。在未来一周，大致上台湾附近是一个比较吹西南风的一个环境。在明后2天呢，因为西南风有比较偏强一些，所以带来的水汽也比较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一整天会有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山区、大台北地区，在午后还是要留意局部的一个雷阵雨现象。气象局提醒，
过道了后，热对流通常累积真旺，常常有低延时强降雨，10分钟就会当落15至20毫米的雨量，爱提防极缺地区淹水。另外，气象专家观测到远洋有一个热带低压形成，目前位置伫外一线附近。美国预测可能会达到风台强度，有机会加做第12号风台奥麦斯。那它如果变成台风之后，应该是顺着高压的下缘往西走，所以预期呢，它还是有可能接近到这个东亚附近的海面，但是离现在台湾还太远。有些模式的确预测出来，可能在下个礼拜4、5的时候会接近到台湾附近。另外，风叫做年度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2暗到明仔将会达到极大期。台北天文馆表示，英仙座流星雨每点钟的数量可能达到100粒。加上无月亮的影响，有个郊区会当看到每点钟75粒。气象局表示，受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云量偏低，看到流星雨的几率偏低；以北部、东北部看到流星雨的几率相对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昨表示讲，准备要先开放13000个境外学卫生兼领华语奖学金的学生会当先入境哦。伊嘛会甲相关的计划先交予疫情指挥中心来讨论。开学是9月22号这样，我现在也要快到，然后也要隔离这样，我觉得有一点着急吧。看讲9月份学校都要开学咯，不过家己也有真侪同学因为这个边境管控，无法度入境来台湾，大同学都感觉有一寡烦恼。泰国、印尼、南非啊，他们的国家的疫情很严重，还没发签证给他们来读书这样。如果真的来不了的话，可能会线上课，或是他要等到明年。想要予境外生来台湾读册，还阁爱兼顾国内防疫规范。教育部召开境外生入境措施的协调会议，来研议境外生入境专案的计划。初步规划讲，爱甲境外学卫生甲华语奖学金受奖生，甲列做是优先的对象，人数差不多有13000人。以境外学卫生为一个优先的对象哈。那除了新生，那当然也包含我们过去大家关心的华奖生，初步统计也将近有13000人，逐步做分批的这样规划之后，才会考量短期的这些华裔的学生交换生哈。学校通知境外生可以入境，到他真的入境，一般都要过1个月甚至2个月，就排在没有那么优先顺位的可能旧生，可能要到期中考试才能入境。入境程序可以再简化，然后再合理一些。境外生权益小组对教育部决定感觉真欢喜，不过嘛认为讲赛后的办理签证这流程会真复杂，希望相关单位会感觉较简化的，也若无有一寡人连期中考都考袂到。教育部嘛说明讲，会照去年的经验，启动线顶教学者的安心就学方案，通来维护境外生的就学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转好哦，水上活动嘛慢慢啊放冷，也毋过伫花莲真受欢迎的像年船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的花莲在地人无希望开放，中央嘛也未放冷哦。为业者就希望讲，看安怎会当先开放，互因会当得有收入。泛舟甲寮溪一直是花莲热天上时间的水上活动，也毋过伫疫情3期警戒了后，拢停止营业。伫8月初7警戒降级了后，官府公告会当有条件进行寮溪活动，也毋过秀林乡的翡翠谷、沙坡洞溪、三站溪游玩维持封闭。我们在地的村长还有村民，其实都有一些声音出来，是不建议这样子贸然就一下子就开放，所以我们认为是有疑虑的，所以我们还是持续采取一个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伫水尾乡的秀果园溪，因为中央开放水上活动了后，泛舟无热力航坡，所以目前业者也无法度做生意。变成就是吃老本，有老本的话还好，那没老本的话就是要贷款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贷款的压力之下，又再加上我们员工月薪这样子，所以其实政府来讲，对我们来讲一点关心也没有。东部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泛舟活动只要配合中央指引，提出执行计划，经过审查通过了后，得当开放营运。客要全程戴口罩，舟艇我们会要求原本搭船人数，希望可以降到1/2以下。游客的10连制这是一定要有的，然后还包括有一些设施设备消毒等等。
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开放这些活动只存了解也有证据，已经协调业者提出防疫计划，甲在地公所沟通，看敢是有条件开放部分客流，和业者营业。不过目前拢无通过暴露所前的同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宣布40岁以下民众先唔通注 AZ 疫苗了后，血包药的副作用就无再出现咯。也唔过因为印度变种病毒即马是拖甲真厉害，自从对昨开始，和86岁以上已经注过2剂中国科兴疫苗的老大人，佮注第3档的 AZ 疫苗哦。因为墨西哥的疫情是真严重，美国嘛佮捐850万剂疫苗给因。英国伫咧决定暂停予40岁以下族群注 AZ 预防针了，罕见而且严重肺癌的案例明显有减少。负责相关研究的牛津大学肺液学的专家苏帕福德讲，伫最近4礼拜，唔捌搁再有新增加的肺癌的案例。另外也发现伫咧英国，虽然做的对象大部分拢是士大人，不过出现罕见肺癌问题有85%是60岁以下的族群，50岁以下发生的机会是1/5000。这项相关研究会当帮助对疫苗的风险利益评估。伫这里最近第一塔病毒也真严重。政府伫10月开始对86岁以上做过2剂中国科兴预防针的士大人，搁注第3剂 AZ 预防针，也按算伫咧未来4礼拜，要对200万55岁以上的族群也开始注第3剂。主要是因为研究发现，做过2剂科兴的预防针了，几个月防护力就会减少。这里政府检视注射了的相关数据，伫今年2月到4月之间的防护力是67%，不过到7月搁再检查的时阵，发现降到58.5%。Más seguridad. Yo no he tenido problema, gracias a Dios. 伫墨西哥出现第3波疫情，美国宣布要捐850万剂 AZ 加莫德纳，因为变种病毒侵袭，伫墨西哥大院加死亡数明显增加，医疗体系承受正大压力。Sitios en donde la saturación hospitalaria ronda los 70%. 墨西哥目前有5种疫苗，差不多9120万剂，7300万人有效，5100万人至少做过第1剂，2700万人做过2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中东疫情上严重的伊朗哦，佮开始第5波的感染咯，昨一日就增加超过42000例。伊朗因为无啥疫苗，到今只有无到4%的人有注2档的疫苗。另外，古巴哦，伫过去1礼拜患着病人数是2个月前的8倍。古巴嘛赶紧调回几啊百位伫海外工作的医生，甲酒店改做隔离中心甲病院来照顾病人。民众来到疫苗注射中心要注疫苗，不过伊朗的疫苗注射率甲欧美的国家是袂比的，只敢若300万人，无到4%的人口注过2剂预防针。伊朗第5波疫情是拄到德尔塔变种病毒，伫10月一天就新增加超过42000例确诊。伊朗的民众无奈讲，到即马也看袂到疫情的进步。خب واکسن دیر به دست مردم رسیده خب اینا مقصرش خب دولت دیگه اگه واکسن زودتر میرسید به این بحران نمیرسیدیم ما 伊朗去年3月开始研发国产疫苗，不过到即马还阁无法度大规模生产。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进前拒绝西方国家捐疫苗，不过伫咧欧区也是有人出捐给自辉瑞加莫德纳的美国疫苗。伫即马感染人数超过400万，哈米尼伫咧对全国单位时阵讲。要加速进口新冠预防针疫苗，不过绝对袂当来自英美2个国家。هم برای واردات هم برای تولید داخلی باید تلاش مضاعف بشود و بتوانند واکسن رو هر جور که ممکنه برای همه مردم برسونن میلیون‌ها واکسن بایستی در اختیار قرار بگیره. 正前日本已经捐予伊朗290万剂日本生产的 AZ 预防针，中国是捐1000万剂国产的疫苗。也拿伊朗向俄罗斯所买的6000万剂的斯普尼克预防针，到即马只敢若交回100万剂，所以即马注射的速度是拖正慢。抢夹着古巴的国旗，几多百位伫咧国外医生被古巴调回，因为古巴伫最近1礼拜平均确诊比例是2个月前的8倍，而且每100万人就5639人确诊。是全世界平均数的10倍。Y en eso está radicando la principal insatisfacción de la población, la preocupación de la población y además la crítica a la gestión de gobierno
Y si no logramos más efectividad en el trabajo de enfrentamiento y por otra parte que se cumplan las medidas de aislamiento y distanciamiento físico, no vamos a controlar la enfermedad. Sencillamente porque la velocidad de transmisión es más alta que todo lo que nosotros podemos tener en materia de recursos y de infraestructura. 甲酒店改制隔离中心甲病院来应付大量增加的病人。古巴伫咧去年对抗疫情的成绩袂歹，也家己研发几多种国产疫苗，共保护率到90%，有1/4的人已经做过2剂有放射。掩故伫最近疫情阁欠悬，也互人质疑国产有放射的防护力。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讲，几内亚共和国出现一种甲伊波拉病毒真相像，而且真高烧化，卖造成出血现象的病毒，或者马宝病毒，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嘛已经派人去处理，要来防止这款病毒继续传。世卫组织测查证实，西非洲头一个马宝病毒患者，伊是7月25日伫几内亚西南部瓦近邻国43加赖比瑞亚的边境村庄盖凯杜破病的，8月初2过身，死后确诊。卫生当局已经科列监测755个可能接触的人，目前无发现传染病例。The Marburg virus is very similar to Ebola. It starts with a very abrupt fever, headache, malaise, and bleeding. The difference with Ebola is the fact that we don't have a treatment, we don't have a vaccine for Marburg. 世卫组织表示，马宝病毒是伫咧密保等动物的身上，咱人经由拍蜡食到巴肚感染到的，再搁透过接触体液，也甲被污染的表面这个方式传播。出血热的镜头甲伊波拉病毒正共，致死死亡比率达到8成。进前非洲东部甲南部真侪国家拢捌传出有马宝病毒，也甲一寡零散的个案。这个是头一遍出现伫咧西非。世卫是讲，虽然也无治疗的药物，也毋过特别的镜头支持性的疗法，也是会当改善存活。The capacity for case management, secure case management, and also research in the pipeline of drugs and vaccines coming will be interesting to follow up in this case. 几内亚是2014至2016年中间西非洲伊波拉疫情大流行开始的所在，当时造成1万人死亡。今年进前阁出现第2届感染，2个月前才结束，无意外又阁出现马宝病毒的病例。世卫组织紧急派遣10人小组前往评估风险，提供社区体检、临床照顾、感染控制这个后勤支援，也开始看边境监控，一定会赶紧侦测可能的病例，切断扩散。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来看阿富汗的武装团体塔利班昨开抢落来3个省会，首都喀布尔面对正大威胁。联合国表示对5月份以来，已经有将近39万人有路无厝。阿富汗的和平谈判准备要伫卡达举行，也毋过嘛是无介乐观。武装团体塔利班将一个政府军的尸体拖伫咧路的庆祝，因继续伫咧北部抢到法拉省的省会法拉、巴格兰省的省会普勒胡姆里等所在。目前全国34个省会有9个互塔利班提起，差不多是2/3的领土。普勒胡姆里伫首都喀布尔以北200公里。阿富汗政府官员讲，喀布尔这么真危险。总统今年10日去北部的马萨里沙里夫甲当地军阀会谈，惊讲这若阁无去，政府就无法度控制北平。阿富汗国内情势紧张，政府官员10日去卡达杜哈参加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谈。中国、美国、巴基斯坦联合国的代表希望透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的方案。巴基斯坦代表讲，伫过去几多个月，几多遍甲塔利班交涉，也毋过无乐观。They refuse to talk to Ashraf Ghani. Their condition is that as long as Ashraf Ghani is there, we are not going to talk to the Afghan government. They are now trying everything to somehow get the Americans back into Afghanistan. 战争正残酷，受害上大的是百姓。联合国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有要到39万人因为冲突无家可归。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消息咯，婚姻未了电厂目前是有3座小土团的机组，2025年会改做天然气来发电。不过最近传出讲，经济部的能源局打算2024年到2027年这几档会向民营的电厂来买电。
在地民众就真烦恼讲，安尼电厂转型的计划敢会有变卦？卖寮电厂有19座发电机组，其中有3座是乡土炭的，16座是气电共生。乡土炭的机组的执照上届版会伫2025年就到期，但塑化会甲这3座乡土炭的机组，甲转型做天然气电厂。不过居民要求讲，这安尼还阁无够额，因为还阁有2/3的机组刷咧呛乌烟，污染环境。还有16个嘞，还有16个机组气电共生啊，它都是在烧煤。甚至有一部分的电也是在回卖台电啊，所以应该是全面来改善才对啊。整个下雨的情况，这个大水来的速度其实是越来越快，这整个全球气候的变迁都跟这个大煤怪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对这整体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哦。排塑呢占了整个台湾的1/4的碳排量，那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请排塑呢能够拿出它的企业良心来哦。全球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台湾嘛是同款。立委认为讲，能源转型都要紧来做，不过经济部能源局打算要伫个2024年到2027年之间，会甲民营电厂采购490万瓦的电力，用来填补中火机组的欠缺。不过居民嘛是同款真烦恼，卖了电厂的烧压力的机组，袂讲照期来停止运转。你这种去改换的东西是一步一步来，不是说一蹴可及的了。所以我们还在看未来这个生质燃料。这方面的能不能对这个减碳有帮助？民间望讲台塑化都要紧的，甲村的16部气电共生机组全面来甲注意，紧做转型计划。台塑是强调讲，这毋是讲随讲就随做会到，因若天然气嘛毋是讲唯一会当替代的方案，因会搁再来研究为这个生质能源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一个民众伊车红头砍走哦，警方后来查到讲，贼偷找开锁的店家，骗讲是伊的锁匙碰见开1万外块来开锁哦。这个开锁的头家嘛变做是偷砍车的共犯，2个人拢互移送法办哦。有2个查甫人透早就伫车库进前咧行来行去，无偌久车顶倒起来，穿牛仔裤的查甫人行对驾驶座的边仔去，另外一个人是对车库离开，毋知的人佫叫是讲因是要开家己的车，一直到中道，真正车主才发现讲伊的车无去，赶紧来报案。窃贼集团会先在大路边去寻找这个目标物，然后会在这个车子上面装 GPS， 他再去分析说，你停留到上班这段期间有多少空档？在这段空档的期间来做窃取。这件代志发生伫个新北市的三重埔，这个月初5，一个姓区的賊仔，伊去找开锁的来，讲是伊的晶片车锁无去，急要用车，愿意开1万外块来开锁。开锁的嘛无甲查伊的证件行照，佮当场甲配锁开锁，规个过程还佫无到3分钟。偷看车的一个得手了后，佮甲车开去山区，甲换大牌。佫想要来制作断点，寻找这些事故或是报废的车辆去收购他这个车籍但其实他不是要买车，他是要买他的车牌跟行照。他在选定相同车款的车去窃取。警方研判讲，这台车真紧就互转手卖去，就随成立专案小组，要用车来入人。伫个6点钟内有甲賊仔掠到，嘛伫车内找到原牌的车证，嫌疑犯照7度罪，甲移送法办。开锁的嘛来正做共犯，因若警方嘛率咧来追查背后的这个窃车集团。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大雨落袂停哦，真侪所在拢淹水，嘛淹出真侪问题。来看台中市的大地路，最近咧做下水道的工程，施工的单位哦，本色拢无清，佮加上已经真侪冬，愈积愈侪烂高麦啊，嘛拢无乌掉，就直接砍挂。民众嘛怀疑讲，这嘛有可能是造成淹水的原因。新鲜的铁筋、红木头角，也佫有高高的一烟落瓜梅。这毋是倒一个粪扫场，是台中5车大地路下骹的下水道上阿讲。这个最好的时机，给它拉起来了，为什么下面不给它清干净再放下去呢？前面那一段就有清，后面这一段它就不清，是怎么了？我就不懂。台中市府水利局目前当伫咧大地路2段进行护水下水道工程，施工的范围为港埔路到文化路。工程的内容主要是将旧的箱仔港天棚拆除，换做新的天棚。但是工程单位无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清除，就直接来砍挂。
粪扫塌掉的路段有200公尺长，附近的居民烦恼，万一还阁有落大雨，下水道可能会因此塌掉的。即摆气候的问题啊，路拢有足大，哪无使用道的，所以一定要清掉。我们会请厂商在那个封板之前确实执行清除的工作。像涵内预计的土方那我们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已经针对本工程有影响通洪断面的部分来办理清淤工作。水利局表示，会要求厂商清除废弃物。这个下水道改善工程经费将近1亿，工期达到1年。当地民众为着整治下水道，会使忍受一时的不便，但是认为市府对施工的品质应该监督，才袂让工程效果拍折。记者台中报道。因为疫情回收的垃圾是增加真多，台南的环保局就一抓派出2台会当甲垃圾带互边的垃圾车。环保局嘛呼吁民众这款垃圾车无法度处理玻璃拢才会回收物，望民众会当垃圾减量。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最爱的家人。台南市环保局的垃圾车一透早出来收垃圾，但详细看后壁搁对一台，2台压缩车做伙出动，民众有时阵嘛毋知是啥物状况，后来才知影因有回收不良，出动压缩车来收回收物。环保局的临时应变措施，有时阵民众嘛是搁会等唔到去。有一些不认识的那个欧巴桑啊，他们就是要透过政府在加强宣导。应该是要来因后壁有写，大家拢会看上这台是要收回收还是要收垃圾安尼吼。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回收物都会当往那边牵。也不要以为我们的资收物它是进到垃圾车里面了哈，这个是我们不得已的那应变措施啦，也要将一些玻璃瓶罐比较易碎的部分哈，先另外丢出来之后，资收物再往我们的车里排入。原来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民众外大餐客啊等于厝食的状况大增，连带嘛影响资源回收是不良。因为阮一车厝差不多伫咧17个点至20个点啊，即马大概收差不多伫咧6至8点的时阵，我的车可能都已经满了。就是因为传统的资源回收车已经是无法度承受不良的资源回收物，环保局嘛只会使动用压缩车一抓，至少会当加收一挂为民服务。不过环保局嘛强调，这个垃圾并不是直接做垃圾来清运，而是再等去搁处理。因为疫情影响的应变措施，希望民众唔通误会，也盼望民众配合分类回收的要求。记者郑混蛋报道。因为疫情真侪人拢无想要出入传统市场，外送平台对4月份开始，就甲台北市11间市场、100间的大商合作，提供菜色、鱼肉10回的外送，佮接受到消费者的支持。架架顶青一青的鱼啊，佮海产下底铺冰甲油啊，随时注意保存的状况佮有青无。民众唔免亲身去传统市场，只要透过外送平台，品质好佮青的物件，就会送到厝。我们都会真空起来，再送出去，然后里面都会放冰块，因为就是尽量客人收到的时候，是保冷度都是够的，保鲜度也是够的。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民众减少出门，传统市场的生意嘛大受到影响。为了解决市场生意歹、人客少的问题，外送平台为4月份开始，甲台北市11个公有市场，包括南门、成功、上港、滨江等等的公有市场，要100个贩仔合作，提供菜色、肉、海产等等的食材外送。服务的范围已经涵盖台北市北8城，除了民众消费更较利便。南门市场主持会嘛讲，透过甲平台合作，让营运更较人性化、智慧化，嘛增加因营收的来源。我会上网去订一些菜箱，那个菜箱里面有肉啊，有蛤蜊啊，是蛮方便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像这些干货，我还是要亲自到现场。它不是一下子突然就很多，它越来越多人愿意采取这种购物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每天都有收到单子，上个月结账好像就是5万多块，这是另外做的。外送平台表示，店厝里的提升外，用网络买物件是已经愈来愈实行，为派专人驻店，提供接单、拣货、点货等等规范的服务，来确保订单的正确性。嘛透过系统提供店头因伫网络顶销售的数据分析，会当互因精准行销，促进传统市场的数位化转型。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最近要找2个有公务人员资格保育员，因为必须要照顾动物，嘛爱靠体能。这个工课哦，对真爱动物的人来讲哦，会使讲是真理想的工课，所以报名的人是真多，是真竞争。保育员杀着打草甲饲料，行入去园区，一只只可爱的羊仔一看到饲料，就马上围过来。高雄寿山动物园开出2名保育员的课，主要的工课是饲料、摒扫动物大的所在，甲观察动物的状况，看起来稳定而且单纯，但嘛需要一寡条件。接近有关生物相关科系的专业人士，然后通常他们都必须要有几个特质哦，一个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很好的耐心哦。但他因为做这种工作，他其实每天就跟我们吃3餐一样，他每天都会有一些重复的工作。看动物体型的大压细，一个保育员上侪爱负责5种动物。有10几年照顾动物经验的保育员提醒，袂使单看工作好的一面，动物加减啊有野性。相处起来有一定的风险，加上动物袂晓讲话，更加要斟酌观察因的状况，而且唔惊垃圾甲臭味。保育员他扮演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你要跟他互动良好，你要跟他保持信任关系。那基本上你们2个关系就是有一定的信任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会知道你现在的说法，或是你现在的语气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园方表示，保育员拄仔入来的薪水大约是2万几块，另外会有假日甲危险的津贴。工课无算轻松，但若是会当每天甲动物做伙的话，对介意动物的人来讲，犹原是一个好的工课。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哦，为着要加强宣导，即马是找一个真高讲台语、真高做囡仔阿某某来拍影片，宣导交通安全。那么做伙来看卖。今仔要提醒讲的卖是交通安全。细汉囡仔用练灯的台语来宣传过车路的安全，实在古锥佮趣味。台语的小小 YouTuber 阿梦梦，细汉就对父母来讲台语，伊嘛定定伫咧网络播台语的影片。即摆受到台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邀请，制作即个宣导影片。我是就是爱彩色的，蓝色搭配一寡光光的、布灵布灵的，再配行更较好。即摆的影片虽然含警方咧宣导的内容甲方式要同，毋过透过古锥阿梦梦来表现，互规段宣导是加真活泼。毋过即寡平常时真罕咧用到的台语，嘛需要双方付出真侪心力来沟通。内轮差怎么讲？新人穿越到是国语啊，可是那他台语没他讲，跟他一直在联系，包括说在教阿某某，就说怎么样用更生动、活泼、有力的方式呢，达到我们宣导的加成效果。浅色的衫，看起来色拍特别红爸爸。融合台语甲实行 YouTube 风格，若希望会当吸引到少年囡仔的注意，更加是要营造出时势咧斗阵营的感觉，互老大人愈会记得爱注意过车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惊老大人踮伫厝上过无聊，南投第3社区的里长就请志工送40牌仔，嘛甲社区的时代，甲40牌仔凹做衬托各种的动物，造型有真侪变化。嘛讲这老大人动手动脑，才会愈来愈顺。社区的中正食堂活动中心，因为疫情已经关2个月啊，因过真侪民众拢是去即寡所在开讲活动筋骨。因为烦恼这段时间，老大人伫厝无代志做，会提早失智，所以南投第3社区的里长专工出作业，互时代伫厝恁做。打发时间啊，无就干那用，无去创啥，看电视就读书，你着做这就是有法用头脑啦，手咧颠动，就较袂失智啊。即摆因为无老师啊，都袂使去社区啊，所以讲阮里长就叫阮讲摕倒来厝里，家己稳稳啊。其实真正的社区课程，就教时代利用40牌设计各种形体的物件。即阵因为疫情，老师嘛无法度来教，所以里长就请志工把40牌送去老大人厝里，互因会当哪看电视哪变工艺，生活更较趣味。老人家在家里闲也没事干嘛，找个活动给他们促进他们的脑力啦、手力的活动。所以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志工啦，按照他们喜欢做的人呢，我们还是送我们的40牌啊、40牌给他们。制40牌的目的，头一步就是让老大人的手指头更加流利。
治好了后要安怎甲因组合起来，嘛是一件爱动头脑的代志。里长就希望尽量保持时代身心健康，等疫情稳定了后，大家就会当欢喜返去社区据点嘻嘻哈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的巴塞隆纳有一个海边啊，真大心哦！伊设计一个无障碍的环境，互心中的朋友伫遮嘛使欢喜来耍水。咱做伙来看卖。坐电动轮椅伫咧海沙堡的茶帮道顶头走来走去，这个西班牙查某囡仔麦克斯因为脑性麻痹，自细汉就无法度行路，无法度落去耍水。即马因为有当地市府提供的新种服务，可以会当欢欢喜喜甲出来人去巴塞隆纳的伊卡利亚海沙堡耍水。西班牙巴塞隆纳伊卡利亚海沙堡配合新种人数政策，当地市府伫遮提供专门设计换晒所在，水流能用的椅仔，一个启动机，到位经过专门训练的救生员，协助有身体障碍的人耍水。Porque realmente si no existiera este punto accesible, tú piensas que esta gente no podría ingresar al agua, quedaría mirando el mar y no podría bañarse. 虽然受疫情的影响，要去海沙堡算才提早有效，不过对于我会当家己受水，不过要落去水的甲爬起来时阵较困难的人来讲，这项服务真好。58岁身体有障碍的纳提，因为倒假骹。虽然伊有法度家己受水，不过要落去加起来才人斗3工。Nos bajan con el bus y además el personal que hay aquí ayudándonos, bueno, son todos de 10 para arriba, majísimos, están encantadores, están muy pendientes. 目前这项服务已经斗3工过，几落千位身体有障碍人士落去耍水，也互愈来愈侪身障人士爱来遮耍水、玩滚海洋。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今仔台湾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到了有可能落雷公雨，金门马祖嘛会落雨，平阳嘛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哦。也毋过大台北个山区嘛有机会会落大雨，民众就爱特别注意哦。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